4月4號兒童節，富二代粉絲級擺咗50圍，慶祝5週年聯歡會，一齊圍爐食蟹鉗、玩遊戲。MC 仲親身出席現場，認證呢份5載情誼。富二代叫除衫 ，MC 話168.5除衫除唔盡，除褲啦，不要諗歪啊，係跟隨富張天賦啊。好消息，張天賦承諾兌現5月拉闊會除衫，仲有3月28號演唱會佛山站嘅迴響。不得不提喺嗰份張醫師應援宣傳單張，被粉絲定位做心碎綜合症聖手，專醫分手抑鬱症、戀愛腦等各類情感心理問題，獨創說謊者診療。呢份小心身體、小心地畫幽默感，直接宣示了 MC 嘅演唱會唔單止係聽歌，仲係一份靈魂嘅治癒。歌到餅除，妙音回首，醫治人生。This is MC2 Live 巡迴深圳站，4月25號將會喺深圳市體育中心體育館開 show， 仲有 MC 預告咗暑假7至8月會重返紅館啊！萬眾期待 MC 嘅好消息。